高雄有家长来指控，讲伊读国小1年的后生，互女导师来骂歹听话，搁甲后生削册牌仔、揪头毛、扇喙皮。家长要求学校爱甲导师来处分，学校回应讲会召开会议，依法办理。我的孩子在那边不到1年的时间，整个自信跟尊严都被他毁了。做老母的才生气的骂老师，拢是因为因后生伫学校关在老师的座位，被禁足。因为这个囡仔想要耍，伫老师的椅仔骹所有的禁闭识别限制行动，上好这个做老母的无法度接受的是，这个老师敢若有动手。老师是从正面用力的打他的右脸颊，打完直接拎着他的头发抓着。直接往走廊的方向去。高雄这位家长出面指控因后生学校的女班导师管教上有种种震撼的行为，包括顶学期3个月就免囝讲是安怎无要包入主啊去读册。最近是伫3月初5时，因后生想要找同学去耍，就互削册包啊、扇喙皮、佮长头毛，气一个赶紧替这个囡仔转学。3月7日，毛找学校爱学校给伊一个交代，不过校方到目前为止无任何动作。这个做老母的批评讲是袒护，校方是回应讲会依法办理。将在1周之内召开校事会议，然后针对整个事件后续处理流程做确认。针对这件敢若是不当管教的事件，高雄市教育局要伫调查，被指控的女班导师敢会因为无责任就互改聘，都要等代志的调查结果。是讲对家长来讲，伊原真艰苦，因为囡仔的心灵已经受伤。你好，我是宋彦明。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紧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